刚呢，打从一进门呢，建志就给了他一个很方正的玄关，而且这个玄关除了方正之外，待会再告诉你它的收纳量超惊人的。是因为这个玄关其实大门一开始进来会看到餐厅，60字后方会看到餐厅。对，所以我们这地方当然就做了一个玄关给他，让进门口不会只对到餐厅。那当然，这个玄关的屏风我们是做整个是10墙的，因为背后它后面会介绍，就是它是餐厅的一个收纳柜嘛。那这个10墙的部分我们做起来之后呢，刚好正面我们可以贴特殊的壁纸。那其实上面我们做吊化轨道，也可以让我们的屋主可以他依照他的喜好来挂他的一些饰品。或者是画这样。OK， 其实这个壁纸选的还不错，就是如果就算我画拿掉，它这个壁纸也算是一个端景的设计了。对，所以这个墙面我们就用壁纸来做搭配哦。那地板的部分呢，其实它原来是建商给的是抛光水泥砖。哦，我看得出来跟客厅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对，那这个地方是建商都做好的。那为了我们让空间有一个区隔哦，也主要是把屋主喜欢的这个食材，把它摆在这个玄关的地方。那一开始就是进门，我们就强调一个比较暖色的一个效果了。我们因应这个玄关的一个位置，我们这边做了一个门框门斗啊，就等于让玄关跟客厅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分界。那再来就是说，因为这个门框门斗，我们有做一些线板的修饰，其实也把屋主他喜欢的这个比较欧式的那种线板的一些效果，把它放在这个空间里面。OK， 好，那刚刚我有预告过啊，这个玄关大家看这样子是很方正，然后我觉得蛮气派的。它的收纳量怎么个惊人法呢？我们要请建志先告诉大家了。好，因为一进门的大门的后方哦，其实这整面墙壁就是一个放鞋柜的地方。那因为建商他留给我们的空间其实蛮深的，那我们可以用双层的鞋柜。一般以前我们都是用双层书柜的设计嘛。对。那双层的鞋柜就是因应这个深度来做这样的一个分配。这个门片它本身有一个像欧式线板的一个框形的一个设计。这样一个欧式线板的一个门片哦，我们中间搭配一个灰镜，就让玄关它有一点反射的一个效果，放大的效果。那再来很特别一看，就是我们的这个门片的下方有一点点的小小的格栅，是直立的格栅，对不对？对。其实它是一个透气孔。哦，透气孔的部分竟然也可以结合在那个线板的线条里。对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整个门片，其实下面的凹洞，它就是一个透气孔的设计，让我们的这个鞋柜有兼具透气的效果。不错不错，看一下量好了。你刚刚跟我讲说，以双层书柜的概念来打造双层的鞋柜，其实大家都一定蛮期待是什么样子。对，因为其实这个门片打开来，我们也看到第一层的鞋柜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鞋柜其实可以动，我们推开来之后，原来后面还有所以后面还可以再放一层，所以我们就利用这样深度的一个概念来做双层的鞋柜。而且倩宇你可以看到，因为鞋柜我们是从这边做到最旁边嘛，对。那最右边这个地方我们预留一个位置，让屋主可以放一点衣服，因为深度既然够的话，我们就衣服啊，我们就可以像这样子一般这样来垂吊。来放东西，那这边可以放帽子之类的。好可爱！屋主把袜子放在那个隔抽里面，因为屋主的习惯是希望说出门穿袜子。对，出门穿袜子的时候可以把袜子摆在这个地方。建志，那同样这个位置相对称的地方你怎么用？其实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一样是前面是鞋柜的设计，但是后面呢，我们的下面我们做一个放雨伞的地方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有些雨伞你要收纳，你平常你要用的话，就可以把它收在这个地方。OK， 其实这样双层书柜的概念用到双层鞋柜，值得大家参考。